大吉咯，啊你泡猫啊，你要对？哦，你要买猫仔的猫罐头哦。囡仔兄囡仔姐，恁敢知影？若是要饲猫仔，爱准备啥物物件？互恁3秒的时间想看卖啊哦。1、2、3。对，爱穿猫砂盆，互猫仔会当伫同一个所在放屎尿，搁爱穿会当互伊食物件的盘。除了这个，一定搁爱开时间陪猫仔佚佗哦。安尼大吉咯，甲囡仔兄囡仔姐，咱是毋是拢知影饲猫仔爱穿啥物物件？咱搁做伙来溜一遍哦。头一项，猫砂盆。猫砂盆，第二项盘，第三项猫罐头，上重要的，若是要饲动物仔伴，一定爱开时间甲照顾，爱有责任心。尊重生命，袂当饲的就甲咱的动物伴放散，若无因是会足伤心的哦。大家一定爱记起来哦。我甲大家咯，要来去买猫罐头啊，拜拜。